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无论是看电视、看网络节目，或者是听电台节目，拢会有工商服务时间，也就是广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商业的商，读使用商第一条，有一寡地头读做商。台语字典解说商的意思，就是做生意，也就是经商。做生意方面的代志，或者是买卖经济活动，就是商业。商业行为买物件，就是商品，也就是咱咧讲的产品。另外，买卖货店就是商店，组织伫咧一栋厝内底市场或做商场，专门卖中古货、旧货做生意人，就是古物商。另外，还有参详讨论，有人讲是商量，经过政府批准的注册专利权，就是商标，嘛有人说这是商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商行，意思就是规模较大的店家；第二个词读做商店，意思是商业产品的展览会。也毋过伫一寡地头，卖讲夜市啊是商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商款的商行为了要拼生意，招人客办商店活动，现场毋但是有试食，也阁有拍折，互大家有食阁有掠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商，有的地头读做商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